转接头啊。这个转接头啦。一次可以给2台手机充电呢，一次可以给2台手机充电，用旧电脑笔电的那个电源供应线。一个转接头。你看这个这接头如果规格不合就有的大有的小，就再加这个转接头。这个是你看不一样啊。大小不一样。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，这个有的大有的小，所以要有这个转接头。